有关非洲猪瘟疫情，有立委讲，因为烦恼外国的电商平台因卖肉品可能会有猪瘟病毒，所以呼吁都要为政策来管理。业者是回应讲，肉类的制品有管制措施，台湾的用户无法度注文甲运输。咱那中华邮政是讲，外国的包裹要入来进前，拢会先检疫，才会当入来。 点开各个网页，找出淘宝肉品，马上跳出超过10万笔相关商品资讯，亲像烟肠、肉干等肉制品引起民众烦恼。这肉制品是不是透过小包装，冲破防疫红线？猪瘟其实也是一种传染病嘛，所以如果能够管到人，为什么肉品没有办法？ 都惊境外电商可能加做防疫空棚，民进党提会吴思瑶指出，行政部门应该赶紧补破网，严厉严禁境外电商加肉制品包裹强化海关查检。 一个一个从中国境外电商进入台湾的小型包裹，它不只是一个包裹，它可能都是带着病毒的生化武器，全面性的来从严管理，该进就进，该管就管，该罚就罚。 吴思瑶指出，包含财政、农业甚至社会发展部，拢应该跨部会动起来管理境外电商。淘宝发声明回应，淘宝台湾站照台湾法规，针对肉类制品有3重防护，包含台湾 IP 用户相关商品无法度找找，台湾用户阻断下单，甲台湾地址禁止运输。 实际测试淘宝网页，想要买肉制品，拢会跳出名利，或者是台湾地址官方不留明文。 因为香肠、火腿、腊肉来自疫区的，其实里面都会有没有被杀死的非洲猪瘟病毒嘛，而且浓度很高。中华邮政指出，包括伫进口进前拢先经过海关查检，检疫完成清关了后，搁由中华邮政用国内包裹来送。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，边境管制加强处理，调向清零方向去做。 在邮包的方式特别是交通部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部会都会经过 X 光的一个检查，甚至用缉毒犬的部分来做一个辅助。红豆疫区肉制品到台湾，陈俊贵表示，唔但干那靠猪农，也要靠全国消费者斗阵配合，拓展非洲猪瘟进口的空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